主后2022年10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创造对乐救赎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4篇第1节到35节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至大。你用尊荣威严做衫穿，你用光做外袍满，你踢开天，亲像在搭布边。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娘，你用云做车座，用风做翼背，你用风做使者，用火焰做车鹰。你将地下伫地基顶。互地永远袂摇拽，你互深水拿外衫热砍地面，互水淹过山岭。你一个发，水就赶紧走；你的雷一个弹，水就紧紧流。冲到山头，落到山谷，流到你甲因定的所在。你定着界限，互水袂搬过，袂阁转来淹地面。你互水泉对山内冲出，流落山谷，互山内的走兽有水通啉，互野驴止喙焦。你互天中的飞鸟歇伫水边，伫树枝顶唱歌。你对天顶的宫殿用水灌压山岭，对你所做的效果地得到富足。你互草生长，互牲口通食，互菜苋大丛，做人的路用，通互人对地得到食物。阁有酒，互人的心欢喜；有油，互人的面光彩。有食物，互人勇壮有力。上主所栽种黎巴嫩的碧香树，拢得到充足的润泽。有飞鸟做寿，伫遐的树内面；有鹤伫松树的树基做寿。有关山，互野山羊住；有石棚做石番味的所在。伊用月定季节，互日头通载落山。你互日落做眠室，迄时树林内的百兽就拢爬出来。狮仔豚吼要找物食，对上帝讨食物。日头一日出，因就走去觅，伫因的洞内休困。人出去做工，劳动到下昏时，上主啊，你所做的哪遐尼济，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，大搁阔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的活物拢有。伫遐有船得行。有你所创造的海兽游来游去，这些拢得靠你，你照时互因食物。你迄互因，因就捡起来；你踢开手，因就有好物食到饱。你黄面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；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，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；你互地面拢换新。愿上主的荣光永远存续。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。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出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。我要活地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学乐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
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愿歹人拢无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以上，创造对了救赎。诗篇104篇是对上帝创造的工所发出的颂赞，赞叹上帝创造的伟大甲奇妙。诗人用创世纪第1章上帝创造世界的奇妙作为来学了伊的伟大。诗人伫第2节提到，你用光做外泡沫，应该是指创世纪第1章上帝第一天的创造中，上帝命令爱有光，光就出现。诗人阁讲，你踢开天，亲像跌打布边，是指上帝第2天的创造中，命令这个水的中间着有穹苍，将水顶下隔开，一切就照伊的命令完成。接续，诗人阁讲到云彩、风、四那等受造物，拢是上帝的奴仆。以外，水互上帝命定，流到伊着流的所在，袂搬过界。山间、溪谷、海洋，拢伫上帝所定的秩序中稳定袂混乱，阁供应野地的走兽有水通啉。第14节开始，诗人点出上帝创造的第3日，为着要互精生有食物通食，就互青草滋生，阁互土地生出菜色，五谷供给互人通食，也提供万有维持生命的必需品。19节讲到日头甲月亮，这拄好是上帝创造的第4天，用来分别日时甲暝时，定定日出做工、日落休困的节奏。诗人观赏上帝所造逐样的受造物的时，运用伊的想象力，将规首诗甲创世纪上帝创造的关联和其他结合做伙，显出异曲同工之妙。规首诗一直到23节才讲到人。咱对创世纪通知，上帝伫创造天地万物了后，阁创造人来管理甲大地。可惜对创世纪第3章以后的记载，通看到人类安怎对上帝创造的美好甲纯真对入伫罪恶中，造成人类的对立和大自然的破坏。圣经研读版讲到，咱所踮的世界，毋是家己创造出来，也毋是家己有才调供给家己的。创造毋是上帝的一部分，上帝也毋是创造的一部分。上帝伊是超越一切的创造者。世间万物要永续生存，必须依赖上帝照时的供应和保守。假使无上帝保护甲养饲，每一种受造物拢无法度存在。拄亲像诗人讲的，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，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拢换新。上帝伫伊创造的世界继续做工，毋但持续业力，阁乐意赏赐救赎。主要说是上帝永恒计划的救赎，伊为人类献上家己，阁对死阁活，扭转人类始祖带来的悲剧。上帝已经将上好的予咱，所以咱毋但爱伫生活中敬拜伊，搁较爱顺服伊的话语，就亲像诗人所上赞。
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，我也活地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和乐，愿意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默想对上帝创造的美好甲受破坏，再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。对上帝创造的美好甲受破坏，再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。做伙来祈祷，创造天地的上主啊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你。我有生之日，拢要歌颂呵乐我的上帝。愿你介意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对你来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